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蘋果哥哥啊！今日我會介紹清脆爽口、又大又紅嘅蘋果俾大家。蘋果含豐富膳食纖維，既幫助身體控制血糖同血脂水平，又有助預防便秘。如果連皮食蘋果，仲可以提供多1倍嘅膳食纖維添。大家記住啦，2至5歲嘅幼兒每日最少要食1份水果，而6歲或以上就最少要食2份啦。1份水果相等於1個中型蘋果。水果對身體有咁多益處，大家記得每日都要食足夠嘅水果啊！蘋果香甜爽口又有營養，今日我哋就一齊學切蘋果啦。首先準備一張紅色正方形摺紙，白色嗰面向上，沿住虛線對摺至摺痕出現，然後還原。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嘅方向，將左右兩邊向中間摺。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嘅方向，將頂部嘅三角形向下摺。而家畫面上見到有一粒星星，我哋一齊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嘅方向，將底部嘅角向上摺去星星嘅位置。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嘅方向，將左右兩邊向內摺。然後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嘅方向，將左右邊底部向內摺。我哋差唔多完成㗎喇，將摺紙反轉，跟住箭嘴嘅方向，將頂部尖角向前摺。最後喺紅色位置頂部畫上蘋果嘅綠葉。蘋果摺紙完成啦！水果既好味又有營養，你哋今日食咗足夠嘅水果未呢？